对今年开始2年半日，客家电视会推出建头红界气球艺术内地报道，为图大家穷下来中国福建省界沙人，来也是当地提出界民间艺术建头戏。来也是看到了沙人佢算系福建省界三面时，为采民工生态记录之之沙海界水美。沙人系为采福建中部下巴被偏嘅素材，然度有3条高速公路、3条铁路。其中今年9月大通查界向埔高速铁路，未地沙人设立3面北站，所以不单就系民众从绕交通中心嘅沙人，对外交通出变到很大的便利。下係啲東京年嘅未除4年1805年建成嘅沙人，到今至建築之前600年嘅歷史。透過係按照沙村人，簡單講就係 Q。日流里來除3年嘅其中嘅素材，就當前嘅文化內涵，日期度就金沙人嘅好名聲。面積台州係就1825平方公里，台州係老苗栗人差唔多大。人口是係差唔多就減26萬三，係為採亞熱帶嘅季風氣候，係中國南方生產土谷嘅素材之一，咪係就土著民事領導發展出嚟當地嘅飲食文化，老特色嘅風俗。下那2片嘅沙人見面主要係做農界，第市場也係有限嘅時間都為咗民間嘅出把戲，也係年輕嘅來條發通。其中兩當中特別嘅就係建頭戲，也係對清朝末年就開始嘅有100年歷史嘅一項傳統嘅民間藝術。人講嘅咧建頭戲，就係有3到6歲嘅小朋友，佢哋睇人嘅建頭紅嚟表演傳統戲曲。下兩種特別嘅表演方式。在改良世界民間藝藝獻奉上到嘅，因為咁樣人人做得唔受到舞台嘅限制，蠻難去表演。未因為咁樣，所以建頭戲表演嘅素材總係非常嘅鬧熱，民眾還會聽啲傳統嘅後輩蠻難去看表演。下來呢個記者吳思怡落嚟講住，除圖大家從下嚟看下，呢建頭戲嘅特別魅力。大定呢邊昨天屬於嘅種牛個位，種牛種到斑斕產嘅，讀到啲下個同期門路嘅四下冇嘢。兩層二對門路講意思，講下講嘅講到天文地理，只唔過一擺來做戲嘅，用種牛彼此安排嘅咯。原來主角做前都係四不教嘅，他人嘅鏡頭就係假的為戲棚。它叫做關子頭棒，關子肩膀就是關子頭，肩膀頭，關子頭棒。那就是說小孩子站在這個肩膀呢。那個棒是什麼？啊，棒然後就搭個棚啊，搭個台啊，就是用人來做台。集正睇人嘅鏡頭後，3到6歲嘅小朋友睇到爭爭。演出家下小朋友愛唱，頭拿愛填土，書還愛比白。做大錯嘅睇人，唔但將愛騎聲音呢，還愛負責進行健康比賽，最終係一類為賽比嘅舞台。我們沒有局限的，只要有舞台，我們都可以。因為我們的劇目很多嘛，有2個人的、3個人的、4個人的都有。那你如果是小舞台，我們就用人更少的了。如果是大舞台，我們像這次試課會就100對，就那個是算大型舞台了。今日嘅演出係無數到重鐵限制，大家所有老聲人嚟講啊起來，最早就因難去表演，唱也按下嘅嘢好嘅，咩係假地位舞台，尤其呢公園嗰隻家下行卡鬧熱，大家唔是最我輩，就看得到假地精彩演出。哎呀，我城关呢经常都有了，大家都爱看，不知道怎么搞。
看小孩子啊表演实在好玩。以前看的时候，大概是你以前是多久以前？我每次都会看。哎，年年都有嘞，我们晨光年年都有嘞，年年到过什么节的，有过节的时候啊，都经常都有。照沙燕子的记录，剪头戏係對清朝末年開始的，聽講係沙燕鳳公鎮民間演藝聯社局創立的。在演員同大操猛熱鬥搭，同流量有成派的演出，看到大家見成熟。沙县经济发展的时候，在清朝末年孙头的时候，沙县这个交通很便啊，外面很多演戏的人啊，也爱来沙县来演。有的时候他也要演，你也要演，那谁看怎么看？所以他这个首创这个人呢，那你们吵去吵了，我不管，我另外创造一个条件，大家都爱看我的，这就是搞成我就站在肩膀上看去。大街小巷四通八达，我都可以去做。剪頭戲本來像係一項出把戲，演出的戲目條下馬像係一般的民間小跳，發展到今係用北京戲獨項的一寫出的戲，表現的內容較熟結又精彩，大概係5到6分鐘。好多人行動上愛看，喺呢度沙燕人講到童年，老師獨項就會面上記憶。唔但將豐富為在地人的生活，還加係沙燕人知道一定要面風的一項民間傳統藝術。下個新聞來講2022嚟福建沙燕的採訪報道。也見頭戲看起來，啲沙人嘅當地民間係非常嘅發展，唔過除係因為表演嘅方式非常貼片，人人都係如意人嘅小朋友，所以我睇嚟過後從魔法圖演出，喺那做大草嘅人係東係校長人為開家，所以都唔係專職的。睇嚟成個睇嚟，喺個後生人從外裝藝術透露，什麼人表演，兩項傳統藝術係實傳。聽講呢，你從強下技術嚟關心，見頭戲兩下又遇到哪啲困難？